南海公路高雄段明白考虑这个桥河大水冲断去了，造成当地3个部落对外路拢未通，无够物资。所以讲公路总局今日开放高雄梅山往台东向阳路段，当地部落族人透早8点就出发来到台东二流部落，领这个族人为因准备的物件。抹布就是猪嘛，一定要有米这个。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像酱油啦、沙拉油啦，我们都也有准备了当然这个卫生纸呢也是很不便的，一定要有。消防见面了是真感动，驶2点外钟的车，领一箱过一箱的物件，这是族人为因准备的。12年前，莫那个洪灾倒把造成南海公路断去，当时双边的亲戚朋友嘛是互相斗相共，这摆更加是无第二句话，那准备生活物资，搁准备这个鸡仔鸟的饲料，希望讲族人的生活会使安定。